sama, Hare Hare Yesu sama. 说起来。 我因为是人拢讲换汤无换药哦，换汤不换药，我是换汤搁换药吼，所以大概拢有新的物件就对啦吼。感谢上帝因带会当安尼，阮会继续做落去吼。有我的挂名人，这边119比150，咱大家来念好。咱台语圣经有遮啦吼。 标的是新念这红会圣经叫国民党牧师的吼，过来伊甲台语汉语版有无？这个是啦，这看这个其实是这个罗马字完全改做汉字啦。汉字是各自表示呢，又在你读呢。拄则张牧师讲张聪明喏，张聪明。恁若去土朗道记个故乡，晓得纪念碑，伊的台语名就是张聪明。 所以你来用白话字呢，就绝对袂叫噪音去，无你也叫唔对做反正，这台语汉语版伊就将阿公当作是台语，下文话就当作台语吼。这新约圣经这个就是我甲这个红会有甲改做汉图，教会公布者，迄当是张立夫牧师，伊做爱台语，所以有出版吼。过来最近拄则人咧讲，就是讲圣经公会甲咱长老会有迄个。 红石强牧师咯，拄则念几个伫遐开始翻译台语的，迄个白话字16年才出一个新约，顶年有过出一个新约副诗篇甲箴言，安尼尔啦吼，咱台湾人下问的话摕来讲台湾就当作台湾话，伊客家面我会甲我客家圣经因无。 客语圣经台湾有一个线头的白话字的，伊这个台湾来讲，伊跟台湾无共10%无共，所以无用，客家人无用，因家己拍拼到最近出版一个客语的新约附用吼，这是两个无共款的所在，咱台语的款的这吼，这迄个圣经公会伊就拢这就是换汤不换药啦吼。 甲改咧啦，其实是把这个圣经甲改安尼尔，就讲做白话字版啦吼，这嘛是有出版诶。搁煞咧嘛是，这个我之后去讲啊，反正这顶年有出这个副诗篇这个，OK， 我这个我上来教会吼33岁才洗礼出来啦吼，所以迄个伫教会接触，伫上来教会做足20年吼，上惊就是词汇，词汇读圣经毋是。 圣经你看有几个我袂晓白话字吼，我迄阵时无汉语版只有罗俊明老师做迄个圣经公会理事长，就足好推广这个国语啊。伊讲你得用现代中文的本来读做台语，我拄则讲这个汉字是各自表示现在你家己读尤其就是讲国语内底有我们，伊袂晓分咱甲阮，袂晓像客语分咱甲阮。 伊丢到地面顶我足欢喜，我今仔日用现代中文的本来读，哇！大家我们的情况，大家会讲是嘞，爱观察到所以顶个句下起来时，这咱台语虽然所在就是分较有有客语共款，原住民语14种拢有分咱甲阮，对无？对。我做一个牧师，我为着这等于拢去问人，因为客语圣经。 甲新约内底正听的咱的上帝，伊甲翻做阮的上帝。为着这我拢去问，所以越南嘛是拢有分咱甲阮，就是日文啦、英语啦、中文啦，这较大语言的都无分啦这个过这个牧师就是我第一届参加北美教育伫camp关的时阵，迄当时我就做会晓这个台语白话字数字法。 所以我足一个退休的牧师好朋友，伊对圣经研究足深，所以我定定拄着问题，我请教第一个甲我指导的就是这个国际的牧师，这内底拢有伊讲话啦，伊讲个人的翻译较重视啦内底因为无时间，所以这个也因我顶年有办过啦，我想我最后出去。老二牧师伊讲，母语圣经的新约分类是多加肉体。
多听着体，啊上主是甲咱讲台语啦吼，伊就来耶稣来甲咱中间，甲咱讲咱的语言啦。啊，这嘛拢会讲，啊，我一个王成强牧师，哦，伊伫美国时，我就甲伊熟识。我做安徽圣经的时阵，我就甲请教，伊就甲我指导啦吼。啊，所以迄个。伊嘛是咧讲，伫我安徽圣经的迄段期间，伊甲指导爱参加即个翻译小组伫江南安两年哦。啊，转来美国的时阵，啊，就一过身，小可惜的嘿。哦，即个萧成文牧师吼，伊今仔伊拜六、拜五会直接转去台湾，甲我见面啦吼。因为数咧，我要先入台湾吼。啊，伊退休的时阵，伊退休的迄个感恩礼拜参加一下也是。200几个人哦，200几个人参加哦，哦，一个牧师退休200几个人伫纽泽西，啊，伊讲的第句话就讲我退休了啊，我做专门台语圣经，哦，这个无时间拢讲啦吼，伊啊，伊主要伊的观点是讲，咱台语圣经叫华语读死啊，叫汉字读死啦，啊，感觉无汉字就是无台湾话，这袂使啦，咱台湾话足丰富的，有足侪字的，你若袂会字，落马你。下遐时你会当发掘足济啦吼，啊，倒来就是讲即个赖英昌长老，我伫波士顿教会甲熟识，阮两个拢一直感觉讲感谢主，有你家一个感谢主有你个，阮两个斗阵吼，啊，伊的书字法吼，我甲教即摆叫我较老，你敢知？用白话即出者，伊的人山来用搭看，足济人去看教会书，恁老师伊去看，迄拢伊用家己亲身经历拍来啦。或者即摆即个吼，啊伊即摆就是讲，我咧做这时，伊拢知影嘛，伊头啊伊拢反对啊，你毋是牧师，你共做这啥个？我就来讲，我是安怎做吼，啊伊感觉啊你足好诶，所以到尾啊，即个就是讲完全的你出事实哦，即个专门台语圣经只赢落赛拢伊无话啦吼，啊搁要成立即个专门台语圣经协会，即个即摆目前我拢请一个秘书的薪水拢会伫付。已经要1年啊吼，拢去你付啦吼。啊，甲林庆阳牧师啦，因两个你付啦吼。啊，阮伊若去萧成文牧师去波士顿，阮拢会斗阵，这个第2届啊吼，阮拢会斗阵来讨论这个问题啦。OK， 哦，啊，因为伊转去嘛吼，啊，所以伊有特别请迄个周王的牧师来吼，毋是替身啦吼，啊是真正讲伫指导中间。伊顶年即个报名教育，我直直就甲招啦吼，啊招了以后啊，过来过来，啊，就要我用 email 甲感动吼，啊来，旧年已经建立我已经指导啊。旧年即个季牧师吼，请我来报名教协演讲的时吼，伊3礼拜前才甲我讲。啊！我旧年我有讲，我接到伊的邀请了，我规会合拢关起来。今年吼，搁较凄惨。萧成文牧师吼，伫3日前才甲我讲啊，洪哥我袂当去啦吼，啊我要讲的部分你替我讲。啊嘛无甲我讲我爱讲啥的，啊无寄一个稿来互我。我伫旧年的报名教协了后，萧成文牧师林准长老因着。甲我邀请吼，啊，其实参与即个圣经翻译吼，我其实是趣味真大，啊，毋过吼，我过去嘛有机会参与，有机会通参与现在还搁咧进行中的遐个，不管是总会的、圣经公会的，毋过我拢讲吼，我实在无会太无用啦吼，啊，所以我拢无答应，啊，无想着讲吼，我即摆会去加入去吼，即个。廖永祥长老、萧成文牧师、林准福长老因所伫做的即个全面台语圣经，我实在是互因几个人感动。廖永祥长老92岁，萧成文牧师，伊本来是要来，故伊最近身躯无好势，为出血款伊还搁咧复健，因为因11月初2，即要成立。所以伊的牧师娘本来是毋准伊坐飞机呢，伊一直坚持一直坚持讲伊无论如何要爱转去台湾参加即个，所以伊安尼节省伊的迄个 energy，所以伊无来赴即个，所以要直接转去台湾甲林主长老会合。
伊是破病的身躯吼，还搁咧恢复的身躯，人嘛还咧拼这。啉水福场了吼，你嘛看伊这呢，伊2礼拜前吼，才爬来从遮开刀呢，逐日拢咧交割呢。我伫即年的中间吼，甲伊通email上无嘛150封啊。拢伊甲我问题是安怎，我问生做啥物型？伊有一摆吼，到伊咧开刀的迄几日，啊我回答的问题吼，我发觉讲，奇怪，我讲几啊摆伊拢教袂好啦吼，伫附近。伊讲啊，是的啦，我著最近伫要，我迄阵才知影伊伫要手术啦，所以我心内感觉真歹势，吼，我讲伊甲我讲一句话啦，伊讲吼，你若真正要爱吼，啊，著因为伊的秘书无一定我写互伊的批拢用英文写啦，吼，真实的，我中文拍字吼，足慢足含慢，啊，我用英文写，啊，伊讲伊的秘书吼。英文看无遐好啦，所以有当时啊教课吼，拢无一定会好势。所以伊讲吼，我若要爱真正对，伊讲吼，伊甲我讲一句话哦，我学互恁听，伊讲留心拼命互你啦。伊家己要开刀的人，目睭要开刀的医生甲讲，你毋好学白真遐电脑。伊讲我留心拼互你。我感觉讲吼，啊，遮有心的人吼，为着要互台湾人一本吼。现代的圣经吼，真正是去做伫台湾话吼，做主体的圣经，还佫会当甲即个社会现在咱所咧用的台语吼，会当互动吼，将遐个较已经伤过古典吼，也是落伍的话拢改过来。因只不过是需要我伫圣经的方面甲伊帮忙，我是安怎爱无来做，所以我就伫过去1年中间吼，去互因拖落去做即个代志。其实我主要我扮演的角色吼，我来简单讲一2项我的角色。我主要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吼，将即个圣经吼，甲伊就巴克的圣经吼，巴克的圣经1927年开始到1936年吼，迄阵根据的旧约的版本、新约的版本拢伤过落伍，所以我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将圣经吼。即个全面台语圣经的原文，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甲伊update到现在上，上第一进步的，这是一项迄落啦，你敢有迄落？上第OK， 我紧，这是现在阮决定的啦吼。原来的耶和华吼，我想你若读过。小可有研究，你就知影耶和华即个名实在是，即个 consonant 即个字是对，毋过读音是对，应该袂当读做耶和华啦。加上所以即个翻译即个音实在是对。加上即马现代的 train 现代的即个趋势是尽量无爱直接称呼上帝。所以，阮决定讲伫全面台语圣经中，本来耶和华改做上主。所以，原来圣经内底佫有一个主耶和华啦，迄是叫做阿多乃耶和华。主耶和华因为上主袂当两个上主重复，所以犹太人本身你若是主甲上主即2字贴做伙是伊第2个就无读做上主。第2个读做上帝，所以阮决定讲将即个若2字相塔的时将无读做主耶和华，耶和华阮决定无要用嘛袂当主上主所以阮决定讲甲翻译做至关上主。咱的圣经内底有遮尔济称呼上帝的名啦我无要一一毋过阮拢有考虑过详细考虑过要安怎甲伊翻做适当的台语所以这是一个表啦这是。后一张，这个update嘿。这是迄落，阮现在希伯来文要根据这第4代的希伯来文的第5校订本，1997年才出版。加上这个伫这个第5代的希伯来文恁大多数人拢捌看过因为还袂出版照的。即马只有抽印本
有丁2020年吼，即第5代希伯来文的圣经才出来照。毋过阮迄阵翻译到尾吼，我要根据上第一吼，上第一 up to date。新约希腊文吼，要根据那所阿伦第28版，就是就是即个联合圣经公会的希腊文第5版，这是现在上新的，去年吼准2年前2012年才出版。咱现在所有的台湾的，不管华语的圣经，不管是台语的圣经吼，总会编的吼，拢无根据遮新的啦。所以因拢，我想全面台语圣经吼，伫原文的根据吼，会赢过所有现在你所知影，现在要咧做的吼，已经做的吼。台湾的所有的华语的台语的圣经吼，我想伫即方面吼，应该拢袂赢全面台语圣经。啊，我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 make sure。这全面台语圣经的原文吼，的根据是现在上新的。这是啥物？我看一下。哦。你拄则讲抽印本呀？呀，这是迄个。这个要讲一个，这个小可上帝。哦。诗篇。有一个例啦吼，咱的诗篇第8篇吼，诗篇第8篇的第50吼。就讲你互伊比天使，巴卡迄个巴克勒圣经讲，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有无？利亚就小可。利亚就是小可，利亚是较下门话。应该是迄是下门话，应该是讲对啊，还是讲吼，所以阮感觉讲吼，无爱用遐尼吼古早，因为教会外口的人听无啦，吼。所以你互伊比遐有两个所在，阮改啦吼。第一就是讲吼，利亚改做小可，第二个就是天使。这天使吼，巴克勒的圣经翻译本吼是翻译唔对，因为原文是上帝。你互伊比上帝，这差足济呢。因为这诗篇第8篇吼，是伊的原来意思是要讲人吼，受造的人吼。伫上帝的目睭中吼，遮尔尊贵到只有比上帝较细啦定。啊，毋过有人吼无了解即个意思的吼，即个天使即个翻译吼，是对即个希腊文的译本开始的，就是70人的译本开始。迄阵因的想法咯，伊无了解即篇诗篇主要的用意，所以讲他会当比上帝一，所以怎啊甲上帝改做天使？巴克勒的译本吼，足侪古早的译本吼，拢吼 King James 因拢对安尼翻啦，拢甲伊对翻译做天使。即马新的遮个圣经吼，英文的翻译版吼，已经吼有想办法甲伊改过来。所以，阮有想办法要甲巴克第一项吼，阮第一项上主要要做的，就是甲巴克勒圣经内底吼遐个。吼，下门话的部分，毋是现代通用的台语的部分，要甲伊改做现代的台语，特别是要甲伊改做现代优势腔的台语、普遍腔的台语，就是较属伫吼中南部咧用的即种的台语。第二项，阮要将巴克勒的圣经吼误译吼，就是讲译了毋对的，译了毋对的部分，拢总改过来，吼，趁即个机会拢总啊改正。这当然毋是小可的工程。这需要足侪人的参与，我嘛是舞甲吼一粒头两粒大吼。毋过这是我感觉这是真有意义啦，互巴克勒圣经伊扮演遮尔好的角色吼，阮望将伊好的所在拢保留，吼，将错误的所在改过来，将语言 update， 吼，所以阮全面台语圣经的吼所在努力的是这啦。我其实我嘛无要讲伤济吼。这是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啊，咱台湾无啥物 choice 啦，现代中文译本其实现代中文译本伊其实我怀疑啦我怀疑伊的根据就是现代英文译本，因为伊有足侪所在可比讲伊1979年出旧约的圣经。现代英文译本，伊的根据是现代英文译本。现代英文译本是1976年出的，毋过76到79的中间旧约圣经出第3版，这是第3版伫1977年出版。毋过
第四版伫即个1977年出版。毋过是安怎伫1979年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吼，伊的旧约圣经无法度通 update 到第四版。我个人做一个读圣经遮尔久啊，我感觉讲吼，遮个翻译圣经台湾圣经公会吼，真实的因为有当时啊足平淡，应该爱 update 的所在拢无 update， 着照旧吼。英文也是安尼，我着照安尼，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吼，照我的看法来，袂当算做一个，袂当算做 technically 吼，技术上袂当讲伊是一个圣经译本，伊应该是讲现代英文译本的中文版。伊是因为我伫即年的中间，林长老特别伊若要甲我问一个问题，伊拢有伫遮的所有经文来比较。啊，我本来无啥注意遮个物件结果即一年的中间，我看太侪即个现代中文译本，我感觉讲伊是一个现代英文译本的中文版。啊，结果圣经公会讲伊用在几冬咧做即个物件，我讲林准约长老的电脑一夜之间就会当甲迄做起来。若只有要甲中文翻译做台语还是英文翻译做中文，还是翻译做台语，一夜之间就会当做。我只有要讲遮，因为萧清文牧师是拜托我讲伊的份啦其实主要的是林准约长老要讲，啊，不过我要呼吁，这恁有机会通参与。翻译圣经我甲恁讲，一世人都无拄着一摆。这圣经毋是逐日在翻的啦，你嘛知影，翻一摆圣经是天大地大的工程啊。遮个有心的人即个大英上长老、萧清文牧师、林准约长老，还佫有真侪人呢。其实即个圣经的好处我感觉上强的所在，全面台语圣经上强的所在。因为伊的背后有一群台语言台语言的学者专家，现在对台语上有研究的人。我想即个物件，现在台湾任何一个 team 在翻译的拢无，只有即个全面台语圣经有因为遮个人长期甲遮个人交陪长期得到因的支持，因听着讲因听着讲教会有人想要爱翻译一本。真正现在咧台语咧使用，佮 up to date 的圣经，人因话拢总毋是教会的人，因讲阮来参与，所以我感觉讲我嘛是咧参与一项，我是对圣经这边来帮助，有人对台语言迄边来帮助。恁若想要参与即个千载难逢，一世人无可能拄着一摆的机会，请你互林准约长老知，看伊要甲你分配啥物种的工作。这是你，我感觉讲我愿意用500篇的讲道、500篇的演讲来换即种的一生一摆的机会啦。你有要对？我讲到遮就好。谢谢牧师我讲人拢会讲林准约也毋是牧师，但你讲做圣经啦这大平主要定伫有遮个团队啦。我讲我伫做的是牧师无伫做的，牧师伫做的，我甲加入落来加强，安尼我想会超过牧师伫做的啦。假使咧在座牧师毋是你讲你啦讲了啦，这个OK， 咱来讲台语文大伙这台语呢？很慢的奶鸡呀。很慢的奶鸡呀。很慢的啊！即摆伫台湾足侪即款的，包括选举的人，啥个拢用即款的，用华语的发音来写台语，伊毋用白话字嘛，无用罗马字，用波甲你白死啊，白到台湾人看着罗马字就惊，你敢知？你等于想看觅，一台湾人一定是感觉讲，我写落来哦。足侪你看嘛好，这是啥？鸡嘛什么意思？你敢知？鸡嘛就是闹啦、搭啦、现在啦，就说鸡嘛啦。揣讲什么意思？揣讲。马英九揣讲，所以讲到中就甲掟嘛你嘛。你马英九你甲我揣讲，这就是佚佗。麦当劳，恁知影什么意思无？
啊，就袂晓做的啊，啊，较便当的啊，啊，路工家己伫食的啊，所以叫便当路就对了。哦，OK， 有一天，安怎读？耶稣，安怎读？耶稣，上帝，上帝，上主，上主，爱读无目屎。台湾咱若无看好啊，甲这无叫做转来，用迄个华语来写台语哦，较顺啊。因为华语讲是世界足落后的语言啦吼。伊个鲁迅有伫讲嘛，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你甲拍汉字不灭去美国社区，有几啊百万个，我若看着讲，即摆就是罗马字的提倡者，你敢知？你来去读看卖啊吼。这就是讲咱台湾即摆现在的情形哦。OK， 咱要自咱的圣经内底，华语甲咱，因为伊有个意思，一个咱现代的台语的本，甲富人人，伊其实是汉字是有富人人啊。啊，第二人伊就讲，你若安尼人会读富人人，哦，甲看台人看足袂起的，伊就袂晓读富人人，啊，伊就去甲创一个人。那富人有啥物意思？无嘛，敢毋是？这是富人人嘛。因为咱台语受咱的迄个平埔族的语言，即个原住民语言的影响，咱是南岛语言，咱甲中国不是同文，也不是同族，哦，因会要甲咱拗去的，啊，所以叫我来证明讲不是啊，毋是啊，咱是迄个祖国做头前，查埔查就是人，埔就是迄个咩啊，查某查就是人，某就是咩啊。所以即款的语言，咱定定甲有甲华语、甲台语、汉字有颠倒调有无？迄就是咱较想也甲毋是同文同族啦吼。啊，佫有一个较严重的，就是伊迄个汉字版吼，甲即个纳西，所以恁有用汉字版的人一定感觉奇怪，这纳西、遐纳西，千几个，但是下两位纳西是但是的意思。啊，不但嘛，啊，哦，迄但的意思。啊，佫一个就是讲，足爱用将温书互伊。咱若讲加温书书互伊嘛，加嘛。啊，加伊就是你都足无啥，你用加安怎？啊，用就是用福音互伊，拢用即款的字。这我想是受华语华本啊啥物影响啦吼。像这拢该倒转来加，所以你若伫读的时阵，感觉加足济，但是你加得足爽快啊。迄个台湾的味，本土的味会出来吼。啊，佫一个买，好足济买安怎？啊，想要安怎伊嘛买，哦，伊个买伫台伊个华语有配，也是将要的意思。哦，迄个我拢有经过语言学家哦，台湾有一个叫台湾罗马字协会，台湾人毋是基督徒遐，为着要学台语，知影汉字行不通。所以第二个牧师伫台南市啊，伊退休了后开一个白话字班，遮个人捌字落的人拢去读，你敢知？啊，读来组一个叫台湾罗马字协会，啊，我就是伫这内底教20几年吼，啊，互我安尼教出感觉，较是影这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咱的圣经，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啦吼。啊，过来，哦，这迄个恁知影51000还是5100？这51000就是小可这哎呀啦吼，迄天就去波士顿的是伊迄个工作的生活弄遐甲上班好，伊先第一届吼，啊所以讲看迄个，啊后尾就教我有你联络，伊知我咧创这嘛。伊讲啊，佫一个5000的是双年教会啦吼，5000的较济啊，5000的51000较济。5000的较济还是51000较济？哦，我哪听唔对啊，我是51000啊。伊讲，伊一世人头路面，伊讲伊去叫天堂，绝对无可能入去。一世人头路面，毋捌传过悔改的福音，嘛个圣经无半字悔改，你有注意无？反悔。啊，拢用反悔啊，拢用反悔啊，干那反悔尔？啊，反悔是台语的意思，原来有悔改的意思，啊，但是。即摆人可能受华语的影响，所以反悔甲悔改无共款意思。反悔有好的，啊无改过来。哦，
这有几个反悔这哦，结果现代重文日本甲27到这哦，敢若有悔改无反悔，所以因为无啥时间哦，歹势我无法度讲足详细啊吼。过来八个圣体内底上帝甲神明拢叫做上帝啦。伊白话是有法度分大写小写嘛吼。甲汉字的时阵，伊讲恁的上帝真正是遮的上帝的上帝，写白语。伊若是去本恁摕来看觅，就是安尼啊。恁的上帝真正是遮的上帝的上帝啊，遮的王的王啊，王的主啊。咱怎来讲？恁的上帝真正是遮的神明的上帝，遐济神明，嘛是点讲最高也是上帝啦吼。过来是讲安怎阮这个全面台语圣经的迄个宗旨吼，叫做研究甲出版有主体性，够人读有，人读有的圣经啦，将尾遮过来有一个吼，咱这个八个圣经、白话圣经拢用夹嘛吼，拢用夹嘛。我一个教会外朋友讲，恁足奇怪呢，恁话讲夹，我教你去倒位，我夹。你安怎迄个圣经内底使用写夹？夹是文音，夹是字音，音就是咱普通讲话的。白话是圣经应该用字音嘛，敢毋是？所以恁会看到即摆现代迄个全面台语圣经拢总夹无夹啊。真侪人讲我创毋对，我失礼我解释，伊讲原来如此哦。这土地性就是讲因外国的迄个传到遮去台湾吼，拢就我摕白话字的圣经嘛，这就一个吼。伊家己专门对工人传福音，爱就需要这个直译解这咯，是甲是对应这拄则讲了，夹啦吼。所以恁读看觅啊，你若读夹，会感觉足爽快、足顺的。下都只讲了吼，天好好要落雨，甲天好好会落雨，无共款意思啦吼。所以咱大家分开来看。下问话咧，解说大意思讲，目屎切豆，切豆啦吼，切豆啊，切豆啊，切豆啊。那像倒水的倒。莫叫你，雨毋是你啦吼。搁一个上严重这歹十字架。伊即个巴吉咧毋知什么原因，北京语掰甲掰无共款意思嘛，掰十字架。你掰是用安尼歹，台语是歹还是爱嘛吼？我本来就做好啊，迄个掰圣经拢用背啊。这外教会外人讲，恁奇怪呢，台语的背就是背圣经、背经章。为背才是背啊！你是歹啊！我写歹了的时，纪牧师的哥哥，恁哥哥做啥物名？纪元德牧师，伊个参谋嘛，伊足认真看，伊表示足好。伊讲十字架遐重，歹袂起来呢，爱用夹。所以恁若看到专门台语圣是用夹的，夹十字架，你就夹十字架，来对耶稣夹吼。足感谢伊哦，伊找足侪即下这个问题出来吼。OK， 其他迄个什么刷了的第二种牧师有甲会啦吼，这真侪啊，较毋无时间哦，大腿哦，拍大腿来吐气，吼，真侪遮。搁人名甲地名，因为咱台语的圣经，目前台湾话利用的外国人的地名甲外来语就对啦吼。拢用直接华语甲做台语啊，你若讲萨摩尼的尼吼，迄个 L， 萨摩 L 迄个 L 吼，萨摩尼的尼，直接好 OK。伊有几字汉字你敢知？古约圣经是你，新约圣经是你，有这你老热巴列毛列啊，巴奥迄个巴列，但以理毛理啊，还佫一个啥物字呢？这在古版来讲，我见。所以我这个台语网这人讨论了，结果因嘛一直感觉讲，这个一定爱一半。若无确实去甲音换做台语音尔，就别人就听无，甲原来的音类差足远去啊。阮所以想起来讲，无人迄个日文一个路都解决拢总安尼，应该是秘鲁啊。
啊，得倒吼，石敢倒，迄个倒，啊，就拢解决一切啊。啊，无咧，伊汉字用足一种诶。哦，啊，所以咱即摆就是咱诶文尾加一个 L， 加一个 Z， 加一个 B， 就解决这个问题啊。啊，伊讲人要安怎读，当然拄啊开始就习惯。啊，咱来互台湾人知影讲，咱的外来语会有遮个文尾，你遮咧来读，甲原音原文就会足接近啦吼。这阮系实在苦心来研究。啊，当然这毋是定案啦吼，大家若有较好的意见，欢迎来参与吼。啊，佮写人字水哦，这上严重的哦。因为一首圣诗内底，一则是字水啊，一则是声人，才一个字水哦。啊，好人你袂使读好人呢，爱读声人呢。你讲啊，袂会是声人。哦，咱的圣诗内底汉字的读音构字表示足严重的啦。啊，确实，我等下出来就是讲总会啊，甲一寡committee出来专门来探讨这个问题。OK， 啊，搁来代名词哦，代名词哦，伊甲伊讲，啊，伊搁甲伊因囝伊做了，这个伊嘛无分的时阵哦。咱只要是查甫的是教官来医嘛吼，啊查某就是安尼，啊上帝就是这个医，啊这动物物件是这个医，啊动物是这个医，啊你嘛有分啦，哦，啊就老师嘛伫讲，人遐翻个专家嘛，遐分袂清，讲拜托，迄个分袂清90%尔，啊99%拢分得清啊，是安怎我共分？你分的读者就看就知影，哦。伊甲伊讲，其实上帝甲耶稣搁甲伊我来摩西讲啊，哦，啊所以这我嘛有去注意到啦吼。啊，搁来有台语渐渐消失的吼，啊伊别个咧内底拢还留着啦吼。咱迄个有一个弱化音吼、弱化音吼，就讲打去，你会讲打去啊。以前的人啊，即摆人敢若无啥会安尼讲来打去啊。啊，伊汉字就话叫做字字出来啊。其实是两个拢打，就是打去，爱读作打去啊，啊烧去就烧了去啊。哦，这阮拢有叫甲改过来吼。啊，过来吼，伊中国话甲厦门话无来甲去啊。恁读圣经有感觉足奇怪，咱无来无去哦。你若加一个来咧，好，这足爽快啊！啊，加一个去，加足爽快啊！哦，这无时间拢拄咧啦。所以我去查起来，结果李进忠的翻译内底伊福建人，所以翻译内底足侪来去，哦。啊，过来就是讲兄弟吼，兄弟因为迄个罗伊士博士讲现代人已经这兄弟有包括姊妹，所以阮甲兄弟姊妹，咱恁会感觉讲，啊原文无你咱会足反对讲，明明就兄弟尔，你也兄弟姊妹，吼。所以咱尽量会当update啦吼，啊，搁因用足侪文言文，你敢知？明白结底，这是别个的圣经内底的但以理第小43，结底啊，结底啦吼，这个应该是字啦，国物之子啦，字我毋知。啊，这阮尽量拢甲改做迄个现代台语啦吼，歹势哦，咱超过时间。啊，无台语对定的，阮就拢会加注解安尼吼，互一寡迄个较困难的，啊，着修改遮吼，遮就是讲有来有趣味哦。迄内底别个圣经内底有翻一个秦国，你知影秦国啊？我讲这较清楚啊，你讲有说，啊，我问嘛讲，原来是鱼尔啊，伊就是讲落去迄个小牧师甲我讲，你着叫做南方的。烟来吼，安尼就较袂迄啦吼，啊有62个翻好样，啊无半个会改。恁是上帝，OK， 有遮从保证的所在有一寡迄个无管改好势吼，啊一寡错误拢有经过就牧师去查原文吼，啊时代对语言的进步吼，拢一直有新的物件出来，咱来对会着啦吼。啊，阮遮个原则拄则迄个就牧师已经讲过。后面怎改遮问题吼，啊，所以人要出版的人读有个爱读的圣经吼，阮有汉语鲁语版吼，迄个就是汉字面顶有罗马字的吼，甲日文共款，啊，甲波波猫猫有注音的共款吼，互即马就是讲长老教会要推广即个台语
要加强培育而家的，这就是方便。教会外的人要读嘛是真好势读，伊袂讲因为汉字读袂出来，啊面顶拢有注音嘛。哦，啊我拄则有甲几个，我拄着原住民的牧师拢会甲讲啦吼。我讲恁迄个原住民的话，拢用罗马字啦吼。我讲罗马字的时阵，甲现代台湾的汉字的社会脱节，你内当甲合起来的时阵，互人毋是原住民，你要学嘛足紧的啊。哦，啊，逐个人拢足好啦吼，啊，等于到即摆还袂有进行吼。啊，希望即个全面台语圣经，台语做好了，要做客语啦吼。哦，因为客语讲实在，伊甲迄个真称的咱的上帝，或做阮的上帝吼，有真济牧师，甲我讲应当受嘛吼，免再概括啦吼。OK， 新了，这就是汉罗鲁语版，哦，汉字面顶有即个罗马字的吼，嘿，啊，过来就是。OK， 这三张版本啦吼，啊，这人来读过阮的圣经哦，阮有遮，我有早一寡报销来一寡这个简介吼，啊，迄个陈牧师娘吼，伊现在是主要角色吼，伊现在是咱北美教协的专门在圣经的迄个负责人啦吼，啊，所以会当找伊摕吼，诶，啊，这就是讲，这个协会要成立，11月初一就要成立嘛吼，啊，最后发起人就是讲迄个。有真侪牧师足感谢，就是台南市人的院长来参与，伊甲讲有需要台南市要甲合作就对啦吼。伫台语文方面，因有台湾语文中心，啊，所以咱这个协会的会址用会设伫台南市人院，吼内底大家要努力吼。啊，这肖牧师等于就是要找伊以前遐学生啊，拢来考我来吼，啊，想话来到这个创好好势啦吼。啊，这就是讲，阮有，你著知影要做这个代志，爱有钱啦吼，爱有钱出来啦吼。啊，你若总要参加会员，就是台湾有身份证的人，才会当参加。有身份证的人，哦，有一个表就是天会员的吼。啊，11月初一你来参加，你著加做会员吼。啊，这表就是当牧师娘摕啦吼。啊，海外你无身份证，你赶快会当来参与，你参加做基友啦吼，基友啦吼。啊，迄资料也拢有吼。将这个基友出钱。哦，除了你到对遮的，你参加基友了后，阮一寡information拢会互你啦吼。啊，奉献的支票吼，你会当迄个指名单程红牧师即马的教会 TBCGV Greater Boston， 哦，因足愿意来帮助咱做遮个代志。啊，所以遮个奉献拢会当 tax， 一搭搭会当搁来减税啦吼。啊，你面顶拜托会记你写Common Taiwan CTV。哦，啊，伊这就是因嘛有做客家的新人院嘛吼，啊，有因会当分清楚。啊，我支票要叫单程哦，牧师娘还是叫我拢会使吼。啊，真感谢，真努力啦吼。这内底拢会当唱一个，也有我祝福我的看后，可能差不多是啦。知影讲。安尼好啊，接了一时间歹势，我下骹足济哦，无话。啊，我讲者就是讲，恁电脑需要有趣味的人哦，会当有啊，甲我联络吼。大家全力当来支持林俊宏长老的这个全面的信息吼，啊，这是真正要有用紧啊吼，厝边要读的人才传哦，啊，会记你拜五下暗以前现我吼。